你俾出去嘅就係你會得到嘅。吸引力法則話俾我哋知，宇宙就好似一個好大嘅回音谷，忠實咁反映我哋內心嘅狀態。由廣闊嘅銀河係到微小嘅原子，所有嘢都喺愛嘅法則入邊運行緊。當你真係愛一個人嗰陣，你會自然被吸引，想行近啲。宇宙入邊每一個粒子，每一粒星球都喺呢種愛嘅力量牽引下，揾到屬於自己嘅位置。呢個就好似牛頓第三定律咁，每一個作用力都有相等嘅反作用力。當你俾出善意，善意就會返嚟身邊；當你散發負面能量，負面經歷都會相應出現。諗下，如果你每日都選擇俾出愛、善意、多謝，會發生咩事？呢啲正面能量會好似漣漪咁向外擴散，掂到每一個同你相遇嘅人，然後以各種美好形式返到你嘅生活入邊。當我哋成為愛嘅給予者，成個宇宙都會回應我哋嘅愛。每一日朝早醒返，我哋都有機會重新選擇，今日我要俾出啲咩？今日我要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？當我哋帶住覺察力生活，帶住愛心行動，我哋就係用緊宇宙最根本嘅創造力量。